老东西，你把城里的新房、80万存款全给他，就给我一套破房子，你还是人吗？我重生了，回到10年前分家这一天。上一世，我爷爷给了我一套城区的房子，还有80万现金。我靠着这笔资产做生意、投资、滚雪球，如今身价1000万。我哥林深一直恨我，恨爷爷偏心，为了报复我，将我活活捅死。林燕，哥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住豪宅，喝好酒，身价1000万。我呢？我住破房子，老婆跑了，欠一屁股债。爷爷偏心，把好房子和钱都给你，你发达了，给过我多少？那点零花钱打发叫花子呢？哥，我给你的够多了，是你自己。我自己什么？我自己没本事。对，我没本事，可那些东西本该是我的。你去死吧！你死了，你的豪宅、你的公司、你的钱，全是我的。我的了，全是我的了。林深，你永远不知道，其实爷爷根本不是偏心我，而是偏心你。你的那个破房子其实……林燕，你说句话，你就这么心安理得？上一世，你破产后，我处处接近你，可换来的却是你亲手捅我3刀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着你了。爷爷，我改主意了。说，他的破房子，我要了。什么？新房和80万，全给他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！林燕脑子坏了？那可是80万啊！身子，快答应，他自己不要的。爷爷，您听到了，他自己选的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就按燕儿说的办。身子，我们发财了！弟弟，你可别后悔。燕子，这破地方归你了。你要是住不下去，哥可以收留你，1个月收你2000房租就行。笑吧，等你们花光那80万，等你们败光新房，你会发现我这套破房子的墙里藏着你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。哥，这一世我不会再给你1分钱，我会看着你怎么把自己作死。上一世我选了新房和80万，成了老板，最后被亲哥捅死。这一世我选了破房子，全村人笑我傻，只有我知道，我手里握着的是爷爷藏了一辈子的黄金。哥，你住你的新房，花你的80万，等你败光那天，你会跪着来求我。这就是我哥上辈子住了10年的破房子，也是爷爷藏黄金的地方。爷爷临终前说，墙里房梁。这就是爷爷藏了一辈子的黄金，整整60根。按市价，1根6万8，60根就是400万。400万，对普通人来说是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。这么多黄金，要是被人发现，一定会遭人眼红。不行，得找个机会尽快变现才行。我上一世是做过1000万生意的人，黄金虽然保值，但放在墙里，它不会生钱。相比于资本复利，黄金增值的速度太慢了，1年撑死涨个5%。可做生意，1年翻倍、翻3倍都是常事。所以，这些黄金不是让我抱着过日子的，它们是我的弹药。我要用它们做启动资金，做生意，滚雪球，钱生钱。上一世我用80万做到身价1000万，这一世我有400万打底。还有前世的经验和记忆，我要做的不是1000万，是1万。明天先去换钱，30万够我资金启动了。美兰，
你看这车，这车真好看，多少钱？不到50万，咱买得起。你疯了？50万买车？咱不是有80万吗？买车才花50万，还剩30万呢。那也得省着花呀。省什么省？林燕那个傻逼住破房子，咱住新房开好车，这才叫日子。那买，下午就去4S 店。林燕那个傻逼放着80万不要，去住破房子。等他穷得吃土的时候，让他看看咱开的什么车。就是他脑子有病。先生，又来了。5根，您这是收吗？收，成色跟上次一样好。5根按市价34万，成交。到账34万元。34万，加上上次的6万8，40万出头，够我租店面进货周转了。喂，顾总，我资金准备好了，我在国金大酒店订了餐厅，正式把合同签一下。上一世我做建材起家，认识了一批供货商和客户，这一世我要走同样的路，但更快更稳。去国金酒店。上一世新农村建设这块蛋糕我吃了3年，这一世我要从第一口就开始吃。身子，咱去哪儿庆祝？国金大酒店，县城最好的。今天不吃食堂，不吃大排档，咱吃5星级。贵不贵啊？贵什么贵？咱现在是有钱人，80万在手，吃顿饭能花多少？林燕那个傻逼，现在估计在破房子里啃馒头呢。等会儿拍张照片发给他，馋死他。对，拍照片，气死他。今天我约了一个客户苏晴，省城来的投资人。上一世他是我最大的合作伙伴，这一世我要提前3年认识他。这餐厅不错啊，比咱村口的大排档强多了。先生，请问几位？2位，最好的位置。好的，这边请。嘿呦喂，这不是我那个傻逼弟弟吗？林燕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吃饭。吃饭？你在这儿？燕子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对面那条街有家兰州拉面，8块钱一碗，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哥，你们来吃饭的，坐吧，别站着了。我们当然来吃饭的，不像某些人打肿脸充胖子。先生，请问需要什么？这么贵？婶子，一个青菜都要68，抢钱啊！怕什么？咱有钱。点。来一个宫保鸡丁，一个酸辣土豆丝，一个紫菜蛋花汤，再来2碗米饭。就这些吗？够了，吃不完。有些人啊，没钱还来这种地方，点一桌子贵的，最后付不起钱，丢人现眼。先生需要什么？先来2份波士顿龙虾，2份澳洲牛排，2份松茸汤，2份鹅肝，这个黑松露炒饭也行。对了，再来瓶82年的拉菲。疯了吧？波士顿龙虾、帝王蟹、东星斑，你知道这些菜要花多少钱吗？
又不要你买单，你急什么？身子，你管他呢？待会儿买不起单被赶出去，丢的是他的脸，咱看戏就行。行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继续，红酒开一瓶拉菲，2010年的。好的，先生。他来了，苏秦，省城苏氏集团的千金。上一世，他是我最大的投资人，这一世，我要让他成为我的合伙人。林先生，抱歉让你久等了，路上有点堵车。没关系，叫我林燕就行。这女的是谁？好漂亮。谁知道呢？可能是林燕花钱请来的托，那身行头说不定是租的。这家的菜不错，我上次来吃过他们的招牌菜，那个松茸汤很地道。菜我已经点好了，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口味，不够再点。波士顿龙虾、东星斑、帝王蟹，都是我爱吃的，很符合我的口味。林燕，你挺会点的。巧了，我也爱吃这些。我说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怎么舍得来国金消费？感情是为了装大款啊？就是，请个美女吃饭充大款，这种人我见多了。姑娘，你可别被他骗了，这人是我弟弟林燕，他住村东头那个破土坯房，墙都裂了，下雨就漏，他连修房子的钱都没有，你信他能请得起这顿饭？就是，他一个月挣不了2000块，在这点龙虾帝王蟹，姑娘，你别被他忽悠了，他就是个穷鬼。他这身衣服地摊上买的，不超过50块，他口袋里连500块都没有。你跟他吃饭，回头买单的时候他跑了，留你一个人付钱。这位先生，你是？我是他哥，我还能害你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服务员，过来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这个人，你最好先验验他的资，他根本付不起这顿饭钱。到时候你们餐厅收不到钱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他点的那些菜，少说也要10几万，你们就不怕他跑单？先生，我们餐厅没有验资的规定。没有规定你就不能提前问问？就是，你们餐厅也不傻，一个穷鬼点这么贵的菜，你们也敢上？哥，你说完了吗？怎么心虚了？心虚？我只是觉得你丢人丢够。刷卡。先买单，再上餐。好的，先生。接着装，你这卡里能刷出来3000块，我都算你有本事。身子，你别这么说，万一人家卡里真有3000呢？3000块够买2个龙虾钳子了。先生，您这桌消费共计13万4千元，请问确认支付吗？13万4，哈哈哈！燕子，你听见了吗？13万4，你把你那破房子卖了都不够。身子，别笑了，待会儿他付不起，咱们还得帮他丢人。哥，你确定要在这里看？我看你怎么收场。确认支付，支付成功。先生，这是您的卡和小票。林燕，你给我说清楚，13万4，你哪来的钱？你是不是去抢劫了，还是偷了谁的？你住破房子的人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就是燕子，你可别干违法的事儿，到时候连累我们。哥，你说完了吗？没说完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别想走。行，那我问你，你买车那50万是你挣的吗？那是爷爷给的。爷爷给的。对，你花爷爷的钱买50万的车，你光荣。我花自己的钱吃顿饭，你就要管。你自己的钱？你哪来的自己的钱？那是我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哥，我给你一句忠告，管好你自己那80万，别到时候花光了来找我哭。你他妈！服务员，我是你们餐厅的白金 VIP， 这2位客人严重影响了我用餐，请把他们请出去。好的，小姐，我马上叫经理。苏小姐，非常抱歉，是我们的疏忽，请问这2位客人对您造成了什么困扰？骚扰、辱骂、破坏用餐环境，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明白。先生、女士，非常抱歉，我们餐厅无法继续为您提供服务，请你们现在离开。什么？凭什么赶我走？我有钱，我吃得起。抱歉，这是我们的规定，白金 VIP 有权要求餐厅清退影响其用餐的客人。有钱了不起啊？我也有钱，我刚花了50万买车，
我把他们给我嫁出去！凭什么？我是消费者，我有权。你们给我等着！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什么，我见过更恶心的人。林燕，有句话我想跟你说。你说。我欣赏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家人。谢谢。所以，你的项目我投了，我这边所有的渠道对你对接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做生意除了需要钱之外，靠的是资源跟人脉。有了苏总这层关系，我的步子只会更快。哥，你就好好作吧，你作得越狠，输得越惨。身子，你说林燕哪来那么多钱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有问题。会不会是爷爷给那个破房子留了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想啊，爷爷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把新房和80万给老二，把破房子给你？他是不是在那破房子里藏了什么东西？你是说那个老东西，说不定把值钱的东西都藏在破房子里了，故意装偏心，其实是把好东西留给了老二。走，回村。身子，你确定林燕不在？我看着他出去的，说是去县城谈生意，今晚不会回来。那就好，快开门。从堂屋开始找。这破地方能藏什么？连老鼠都不愿意住。别废话，仔细找，墙缝、地砖、房梁一个都别放过。这面墙声音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实心的，换一面。啊，美兰，你看，这是墙里藏了东西。空的，空的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你看，这里有压痕，长方形的，之前肯定放过东西。难不成那老头子真的藏了东西？林燕，他把东西拿走了。身子，你冷静点儿。冷静什么？老头子真藏东西在里面，全让林燕拿走了。那应该是我的，是我的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东西肯定已经被他拿走了。不可能全拿走，他一个人搬不了那么多。砸开，看看里面还有没有。空心儿的，我倒要看看老头子给你藏了什么东西。给我开！有吗？有吗？空的，还是空的。老头子一定是把什么好东西藏在这儿了，不是钱就是你们老林家的传家宝。全被林燕那个王八蛋拿走了，难怪他死活要这破房子，难怪他在国金吃得起10几万的饭，原来拿的是老子的钱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钱都让他花了。墙里有，上面肯定也有。老头子最喜欢把东西往高处藏。美兰，搬凳子来，我爬上去看看。对对对，房梁上肯定还有，快！这凳子也太烂了，你他娘的从哪儿找来的？想谋害亲夫啊？这破屋子里也没个好东西啊，你赶紧上去看看，我帮你扶着就是了。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了！妈的，你扶稳一点啊！你太重了，我快没力气了。真废物，还得靠老子自己。咋摸不着东西呢？不可能，你去找根木棍来。好，这下够长了。
来了，快，躲起来！400万的豪车，林燕这小子到底攀上什么高枝了？今天聊得很开心，我也一样，多谢苏总亲自送我回来。别总叫苏总这么生疏。你的方案我很满意，这几天我会把资金打入你的账户，下次我带你去省城见几个商界的朋友，把路子铺开。好，路上慢点。上一世，我和苏晴互生情愫，却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分开。她嫁了人，过得并不开心，不到40岁就离婚出国了，从此再也没见过她。这一世，绝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世子，那女的不是今天中午在餐厅跟林燕吃饭那个吗？是哦，难不成这小子被富婆包养了？包养？总不能这样有钱的女人是在和他处对象吧？肯定是包养，玩玩他而已。哟，我看你这酸样，是不是还挺羡慕？那是，他长得也就那样，又没我帅，凭啥我就不能碰见这种富婆？哎呦，你还真想啊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谁？你想谋杀兄嫂啊？哼！大半夜的，你们躲我家柴垛里干什么？什么叫你家？这房子姓林，我们姓林的来看看自家房子怎么了？就是，这房子永远都姓林，那就有我们一份。有你们一份。看清楚了吗？你的手印。当初爷爷让你选，是你自己要城里的房子和80万，不要这老房子的。那是，现在你又回来想要分，门儿都没有。当初爷爷给你的屋子墙里面到底有什么？那都是林家的。不管爷爷在房子里留了什么，那都是留给我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走，现在就走，再让我发现你们半夜翻我家，我就报警。报警？你报啊！我们是来看自家房子的，警察来了能怎么着？私闯民宅，你们可以试试。行，林燕，你有种。林燕，你别得意太早，吃软饭的迟早有被甩的一天，到时候你别哭着回来求我。放心，就算我穷的要饭，也不会找你。身子，你说那破房子墙里真没东西？反正我看是空的，房梁上我也摸过了，没东西。那他在国金吃10几万的饭哪来的钱？该不会墙里面藏了许多钱，被他都搬走了吧？不像，你看他那顿饭点的什么？龙虾、帝王蟹、82年拉菲，那得多少钱？墙里能藏多少东西？撑死了藏个10几20万，他敢那么花？你是说，肯定是被那个富婆包养了。你没看见那辆保时捷？没听见那女的说什么？资金打入账户，带你去省城，这不就是包养小白脸的路数吗？这林燕一穷二白的，那女的图他什么？图他年轻呗，富婆就喜欢这种。身子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那80万可得捂紧了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啊，林燕现在是被富婆包养，才能吃香的喝辣的。万一哪天富婆把她甩了，她没钱了，肯定回来找咱们要。她敢？怎么不敢？他可是你亲弟弟，到时候哭穷，你好意思不给？我疯了，我拿钱给他，那是我的钱，一分都别想。这还差不多，记住你说的话。林深以为我这老屋子里面没有藏东西，但他们错了。60根金条我只拿了6根去变现，剩下的54根，剩下的全在房梁上，差一点就被林深找到了。可惜啊，我回来的太巧，看来家里已经不安全了，还是找个机会尽快出手换成现金。
苏晴那边也已经安排好了，很快我就可以用这笔启动资金来开始我的事业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通过熟人将50多根金条全部换成了现金。有了启动资金，我在省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。苏晴给我介绍了最优的渠道，让我打通了建材行业的各方人脉。在座的各位，已经有一半和我们达成了合作。哦。苏晴，上一世我们之间隔了太多东西，家世、利益。这一世，我不会再让这些成为阻碍。这一世，我要的不仅是财富，还有他。今晚这么隆重，坐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下午在包厢里，你对着张总和李总讲商业计划书的时候，我从来没见一个人能那么自信，不是那种装出来的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是吗？张总做建材20多年，省城首富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但你讲的时候，他全程没看手机，一直在点头。李总也是。林燕，你知道吗？你站在那里侃侃而谈的样子，真的很有魅力。苏晴，你这算是在夸我？算，怎么不让夸？让。不过比起夸我，我更想知道你为什么愿意帮我。1000万的投资不是小数目。因为我看得出来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眼里的东西不是贪婪，不是急功近利，是一种笃定，好像你早就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。他看人真准。上一世我花了10年才走完的路，这一世我确实早就知道该怎么走。可是创业能等10年，但青春等不了10年。而且你点的菜都很合我的口味，波士顿龙虾、东星斑帝王蟹，上次在国金我就发现了。所以你是为了吃的？对，为了吃的。你可别让我失望，以后我还指着你请我吃好的呢。来庆祝一下，今天下午张总和李总都明确表态了，第一批订单下个月就到。庆祝。林燕，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你说。我欣赏你，不只是因为你的商业头脑，更因为你这个人。上一世他从来没有直接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那时候的我太在意身份差距，太在意他家的背景，错过太多。苏晴，是我爸。爸。晴晴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吃饭。跟谁？跟一个朋友。朋友？就是你说的那个建材公司的合伙人。爸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你做什么我不知道？晴晴，我不管你交什么朋友，但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，你是苏家的千金，别跟不三不四的人走太近。他不是不三不四的人，他是……行了，早点回来，明天还有事儿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爸让我早点回去。你看起来不开心。我爸最近心情不好，把气撒在我身上。出什么事了？还不是因为那个网贷平台的事。网贷平台？你知道周家吗？省城那个做网贷的。我爸最近被他们那个高回报率吸引了，想投一笔钱进去，但我总觉得不靠谱，劝了他几次，他听不进去，还嫌我多管闲事。上一世就是这个时候，省城最大的网贷平台暴雷，无数人血本无归。苏晴的父亲苏东也是受害者之一。你怎么了？苏晴，你爸想投多少钱？具体数字他没说，但我估摸着至少3个亿。3个亿？上一世苏东投了接近5亿现金流进去，血本无归，苏家元气大伤，差点破产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苏晴被迫嫁给了周涛，换取周家的债务豁免。上一世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，却无能为力。这一世，苏晴，你听我说，网贷这个东西你爸绝对不能碰。我跟他说了无数次了，他不听，他觉得那个回报率太诱人了，1个月10%的利息，比做什么生意都赚。10%？那只是诱饵，这种平台根本没有真正的盈利模式，全靠后面投资者的钱填前面的窟窿，一旦新增资金跟不上，整个盘子就会瞬间崩盘。你也这么觉得？
不是觉得，是确定。苏晴，你信我吗？我信。那就回去告诉你爸，网贷平台的钱1分都不能投，不出3个月，省城所有的网贷平台都会爆雷，到时候只会赔得血本无归。到时候谁投得多，谁死得快。3个月？你确定？确定。你爸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让他来找我，我当面跟他说。好，我回去就跟他说。林燕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为我考虑这些。我得回去了，我爸催得紧。我送你。不用，司机在楼下等着呢。林燕，认识你真好。我也是。别忘了，你答应过要请我吃好的。忘不了。苏晴，上一世我错过了你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带走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的公司事业步入正轨。凭借前世的经验，我知道哪里有机会，哪里该下注。我们的供应链从采购到仓储，再到生产，多流配送，最后到物流配送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。这样可以确保我们的产品。建材生意拼的是渠道和效率，这2样我都有。流水般的资金不断打入公司账户，公司规模肉眼可见的做大做强。当然，最让我开心的，就是苏晴说服了自己的父亲，打消了投资网贷平台的念头，让苏家逃过一劫。苏晴也不用再嫁到周家了。第一笔1000万纯利，起步资金够了，搏下一次机会的筹码终于到手了。进。谁？林总，外面有位客人说要见你。苏董事长。你就是林燕，年纪轻轻就能在省城立足，确实有几分手段。苏董事长过奖了。小林，你是很有天分，也很努力。我家晴晴最近在家里一直提到你，对你赞不绝口。我本人也很感激你通过晴晴阻止了我去投资网贷平台。但年轻人，事情一码归一码，你更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的身份。苏董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晚辈愚钝，还请明示。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们苏家家产不下10亿，省城想要攀上苏家这棵大树的精英才俊数不胜数。我们苏家挑女婿，要的是门当户对，强强联合。别说是你了，就算是当初在省城风头正盛的周家，他们家的公子我都是看不上的。所以我希望你以后离晴晴远一点，收起那些不该有的心思，保持最具基础的商业合作关系就可以了。叔叔，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个倔脾气，我看上的人就从来没有放弃这2个字。我对苏家充满尊重，不过我想问问，
您今天亲自登门拒绝我，单纯就是觉得我的家产不够，配不上苏晴，对吗？是，1000万的净利润，在你这个年纪确实算个奇迹，但在我眼里，这点蝇头小利，连苏氏集团1个季度的零头都不够。就凭这点微薄的收入，很难让我相信你能给晴晴带来更好的生活。那如果我说我能在3年内创造出超过苏家的家产呢？我喜欢有拼劲儿的年轻人，但我生平最讨厌认不清现实、满嘴跑火车的蠢人。3年超越苏家几代人的积累，简直大言不惭。好，看在晴晴的份上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就定3年。3年后，你如果达不到这个高度，就算晴晴不愿意嫁人，我也会立刻安排她出国。好，到时候我保证你们这辈子再也不会相见。既然未来老丈人发话了，看来按部就班是不行了，搞钱的速度必须加快。下一个风口，我要全部吃下。你刚在省城立足，又跟我爸立了3年之约，现在突然要去深圳，到底有什么计划？省城的池子太小，养不出能比肩苏氏集团的巨龙。我去深圳看看，那里有能让我一步登天的机会。深圳水深，你一个人在外千万小心。这个送给你，这是我跟着苏绣师傅一针一线亲手绣出来的，你带在身边用。要是想我了，就拿出来看看。这么精细的苏绣，还是苏大小姐亲手做的，这我可舍不得拿来擦汗，我得把它当传家宝，贴身藏着。少贫嘴了，在外面注意身体，不管多久，我都等你回来。等我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整个省城仰望你选男人的眼光。10年前，深圳的房价开始疯狂上涨，光是接下来1年的涨幅就接近50%。上一世我没有抓到这个机会，如今我想要快速赚钱，就必须借助这股东风。我的现金不多，想要大赚必须用足杠杆，只出首付拿下大量房产。还好现在信贷环境相对宽松，我在省城的建材公司，每个月都有1000万级的持续收益，足够覆盖月供，这也是我敢这么做的底气。林老板，您看这小区的地段，绝对是整个区未来的市中心。您打算看个什么户型？100平的3居室怎么样？首付绝对给您争取最低。这栋，还有那栋。林老板，您是说这几栋的顶楼您都要看？我是说，这3栋楼我全要了。全要了？林老板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这可是整整3栋楼啊，少说也有几百套房。怎么，嫌生意太大不敢接？不能做按揭吗？能，绝对能！林老板，您就是我的财神爷呀！我这就去给您拿合同。不，我让区域经理亲自滚过来给您办手续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不怕死。这房价都已经炒得这么高了，还敢闭着眼睛买？可不是嘛，开口就是3栋楼，我看是发烧把脑子烧坏了。就现在这行情，接盘的都是冤大头。这小子赶着给人送钱呢，报纸上都说了，这房价马上就要大跌了。就是买这么多还敢做按揭，到时候跌得连底裤都不剩，这小伙子哭都没地方哭去，怕是只能跳海喽。爹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望楼兴叹。本月深圳房价同比上涨8.3%，连续8个月领涨全国，多地楼盘出现日光盘，一房难求。专家预测，未来半年内深圳楼市还将迎来新一轮爆发。
深圳的房价确实还会涨很多年，但这10个月的涨幅是未来10年里最疯狂的一波。我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把资金压在钢筋水泥上。苏家的3年之约，我需要更庞大的现金流去撬动下一个风口，见好就收。这波红利吃干抹净就该撤了。王经理，我上个月看的那套80平的2居室，怎么就涨了30万啊？30万啊！我都把棺材本全掏出来了，现在同样的钱就只能买个1居室，硬生生少了个洗手间。少个洗手间怎么了？你现在不买，明天连个阳台都买不起。王经理，别理他，给我来一套，我全款。全款了不起啊！老子加价5万。王经理，把那套南向的给我拿下，再不买真要亏掉底裤了。我悔啊！几个月前嫌贵没买，现在翻了快1倍啊！早知道砸锅卖铁也没买啊！别急都别急，排队拿号，房源紧缺。现在不是你们挑房子，是房子挑你们。爱买买，不买滚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的林祖宗，林财神，您怎么亲自降临了？快快快，里面请，上最好的明前龙旗。这不是几个月前一口气买下3栋楼的那个外地小伙子吗？我的个乖乖，当初咱们还骂他发烧烧坏了脑子，骂他是接盘的冤大头。3栋楼啊，现在涨了快1倍，这得赚了多少个小目标啊？这哪是冤大头，这简直是活财神啊！林老板，林大师，您当初真是慧眼识珠啊！我们都是有眼无珠的瞎子。您看您手里房子那么多，能不能匀一套给我？我出高价。小伙子，不，林老板，当初大妈那是老糊涂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您行好，匀我一套吧，少个洗手间也行啊。林老板，您就是当代的股神，我老头子服了，彻底服了。您手指缝里露一点就够咱们吃1辈子了。林老板，您先坐会儿，我给您擦擦。去，都给我躲远点！林老板上亿的盘子，哪有空搭理你们这群买个茅房都要算计半天的抠搜货？保安，把他们拦外面，别碍了林老板的眼。林老板，您先坐会儿。林老板，您今天亲自过来，是不是看中了哪个新盘，打算再扫几栋楼？您发话，我王胖子赴汤蹈火给您办妥。不买，不买？那您今天是卖？嗨，吓我一跳。卖几套套现，拿去随便花花是吧？懂。您说，卖哪几套？手里那3栋楼，全部出手，一套不留。全部？林老板，现在可是1天1个价，全深圳都在疯抢啊！您现在全抛了，这不是往外扔钱吗？您再拿1个月，少说多赚几千万啊！别人疯狂的时候，就是我离场的时候。3天内给我清盘，做不到我换人。王经理，林老板不要我要那套顶楼，我全款，我现在就刷卡。滚开！老子加价5万，王经理给我留2套连号的。我出高价，林老板手里的盘风水好，都别给我抢。王胖子，你今天不给我一套，我把你这店砸了！我也出高价，我出更高的价。别扯！我裤子要掉了！排队，都他妈给我排队啊！林祖宗救命啊！这几个月，用省城建材公司的利润做首付杠杆，4000万的本金入场，硬生生撬动了6000多万的纯利，活了2世。终于第一次实打实的摸到了身家上亿的门槛，不过区1个亿而已，距离苏东定下的3年10亿之约差距还是太大了。想用3年时间弯道超出干翻苏家，按部就班绝对行不通。我需要更爆炸的杠杆。喂，小李。林总，您在深圳考察的怎么样了？有什么吩咐？我要回省城了，你马上给我去办一件事。您说。以严景实业的名义，立刻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，手续给我用最快的速度走完。好的，林总。子公司的主要业务方向填什么？还是建材拓展吗？还是进军深圳房地产？都不是，填投资。投资？林总，咱们要投资哪行啊？加密货币。加密什么？林总，这是啥玩意儿？没听说过啊。你不用懂，照我说的做，把账上能动的资金全部集中起来。接下来我要带你们见识一下
什么叫真正的财富狂欢。林总，这就是新公司目前可调动的全部资金盘，但我还是得劝您一句，这个加密货币风险实在太大了。哦，你去了解过了？我特地找金融圈的朋友打听了，这玩意儿跟咱们之前的建材、房地产完全不搭边啊，完全是个虚拟的无底洞。而且您看新闻没？前几天欧洲那边英国公投脱欧，全球金融市场大地震，加密货币市场跟着剧烈波动，比特币几天内就暴跌了一大截。现在入场跟往火坑里跳有什么区别？老板，这个业务我们真的要做吗？暴跌就对了，别人恐慌的时候就是我们捡筹码的时候，把心放到肚子里，按我说的做，这波不仅能赚钱，还能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暴利。林总，楼下有个叫王胖的人，非说认识您，死活要见您，保安都快拦不住了。让他上来。林总总，林老板，我可算找到您了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保安！王胖子，你不在深圳卖你的房子，跑上海来干什么？卖个屁！卖完您那3栋楼，那帮土狗天天堵着我，让我变房子出来，我哪有您那通天的手段呀？林老板，您在深圳那一手法简直神了！我王胖子算是看明白了，跟着那帮凡人混一辈子也是个底层，只有跟着您才能赚大钱。求您带带我，给我口饭吃，我一定忠心听话。您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起来吧。你能帮我在短时间内搞定那么多套房的购入手续，又能在3天之内顶住压力全部清盘，足以证明你的能力了。既然你千里迢迢追到上海来找我，我也没有拒绝你的理由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跟我。谢谢老板，谢谢林总，我王胖子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了。老板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炒房？上海汤臣一品还是北京2环？您说个数，我今晚就去售楼处打地铺。房产升值最大的一块肉，我已经吃进肚子里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做的是比特币。比特币，虽然我不懂，但我王胖子这辈子就信一条，听老板的话，老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。很好。林总，那财务这边我现在去对接交易所开户。不急着工作。今天是我林家的祭祖日，你们俩收拾一下，备车跟我回一趟乡下。好嘞，老板衣锦还乡，接风必须拉满，我这就去安排车队。林深、王美兰，1年不见，不知道你们那80万挥霍的怎么样了？大家看看这漆水，这大轮毂，林深啊，你这车得不少钱吧？哦，也没多少，落地也就50万出头，随便开开，代步罢了。就是50万，对我们家林深来说算什么？也就只是几个月的零花钱。出息了，咱村这年轻一辈绝对是林深最有出息，出去一趟，这都开上50万的豪车回来了，可不是嘛？比那个分家拿了套破房子的林燕强了100倍。呸！别跟我提那个废物。你们还不知道吧？那个林燕啊，放着好好的正道不走，跑到城里给老女人当小白脸去了，简直就是给我们林家丢人啊！还有这种事儿？前阵子我在省城亲眼看见他跟一个开豪车的富婆搂搂抱抱，被富婆玩弄的软骨头也配跟我比？对对对，咱村还是林深最有出息。林深啊，你现在发了大财，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乡里乡亲啊！是啊，林深，带我们一起发财吧。赵伯，您这话说的，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带大家一起发财，肯定可以。实不相瞒，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做高端保健品的项目，那利润肯定能赚钱。对对对，现在城里人都怕死，这保健品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。大家要是信得过我，现在就可以投资，不管投多少，哪怕是1000、2000，等到时候大赚了，我保证都会给大家分一笔。真能赚大钱？那我投5000，我投1万，这可是我攒了半年的私房钱。林深啊，这是我自家打算买农药化肥的3000块钱，全交给你了，跟着你干，准没错。
等等。这不是林燕吗？我的老天爷，这气派，我没看错吧？林燕，你个小畜生还敢回来？哦，我说怎么这么大排场啊？这一身行头租的吧？为了回村装逼，你去租个车，还专门雇人演戏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那富婆给你的零花钱够用吗？孙子，把你的狗眼睁大看清楚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？你去租车行看看能不能租到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哎呀，这车我在汽车杂志上见过，好像叫什么劳斯莱斯。这位大爷有眼力，劳斯莱斯幻影，我们老板全款拿下的。老天爷，全款拿下！哥，嫂子，好久不见了。呸！别在这恶心人！谁是你哥？我没你这样的弟弟，净给我们林家丢人。我们林家祖祖辈辈都是清清白白的实在人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了被包养的小白脸了？可不是嘛！这车还有这2个跟班，都是那个富婆配给你的吧？要点脸吧你！我都替你害臊。大家伙看清楚了，以后出去可别说是我们家弟弟。原来是富婆买的车呀！我就说嘛，他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车？哎呦，真是不知廉耻，为了钱连骨头都软了。放你妈的狗屁！敢骂我们老板，老子今天非撕烂你们的嘴！林深，我刚才叫你一声哥，叫他一声嫂子，不是我心里还认你们。今天是林家祭祖的日子，祖宗们就在天上看着我们，我不能让老人家寒心。但既然你们不认我，那我也就用不着再顾虑什么了。乡亲们，你们千万不要被骗了。我们已经调查过，这对夫妻在外面欠了上百万的高利贷，被讨债的逼得连城里的房子都卖了，这才逃回乡下。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保健品项目，就是准备骗你们手头上的血汗钱去还债的。林深，你个畜生啊！我这可是买化肥的钱，你居然连这都要骗！真他妈是个白眼狼，还开50万的车装大款，原来是个老赖！还钱！滚出我们村，打死这个骗子！没有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这是诬陷，是他嫉妒我。杀千岛的林燕啊，自己当小白脸，还跑回村里往亲哥哥身上泼脏水，你不得好死啊！妈的，林深躲到这里来，以为就没事了，让老子好找啊！快点还钱！豹哥，宽限几天，我马上就有钱了。这里就是你上次说的林家老宅吧？虽然破了点儿，连个像样的门都没有，但也能抵个1万2万的。兄弟们，都给我听好了，这里以后就归咱们了。进去，先把他屋里头那些破烂全都给我砸了。好嘞，大哥。滚开！哟呵，哪来的愣头青？你谁呀？敢挡老子收债的道？活腻歪了是不是？我谁不重要，但这林家老宅是我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林深说的那个开豪车的有钱弟弟对吧？行啊，既然亲弟弟在这儿，那这事儿就好办了。你哥欠我100万本金，算上利息，怎么也有个150万了。你现在替他还了，我立马带兄弟们走人。他林深欠的债，你们自己找他去要，我凭什么替他还？这林家老宅分家的时候就已经是我的了，和林深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今天这扇门，你们谁也进不去。放你妈的屁！老子混道上的只认一个理儿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；父债子还，兄债弟还。你说的那个理，在我这儿行不通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今天还偏就要当着你的面砸了你们林家这破老宅！给我上！
动我老板，瞎了你的狗眼！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有这身手。老板您见笑了，没点真本事，我哪敢跑这么远来投奔您呢？死胖子，老子今天非放了你的血不可！抱歉，老板，我们来晚了。老板好。浩哥，您怎么在这儿？道上不是传您去省城那什么燕景集团当安保主管了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，连我们燕景集团的董事长都不认识，还敢在这儿动刀子？董事长，浩哥，对不起，给我道歉干什么？给我们老板道歉！林老板，林总，我瞎了狗眼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！刚才是谁说要当着我的面砸了这老宅？我该死，我嘴贱！林总，您借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动您一根汗毛啊！我的老天爷，原来林家最有出息的是林燕这小子呀！人家这才是真发大财了，出入都有这么多保镖护着。可不是嘛！再看看他那个大哥，分了80万全挥霍空了，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还想拉咱们乡亲们下水，真不是个东西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林燕他就是个穷光蛋，这些豪车、这些人，全是他请来的群众演员，对，全都是演的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老子带兄弟来砍你，老子也是他请来的演员呗！不，豹哥，您肯定不是演员。豹哥，我们真没钱了，您宽限几天吧。浩哥，您看这事儿闹的，咱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，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林深这2口子欠我100多万，这债……这2人欠你的债我不管，你该讨债就讨债，但是这林家老宅是我的，你动不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好说好说，林老板说的是，只要有您在，这老宅我绝对绕着走。行了，带着你的人滚吧，以后要是再敢招惹到我们老板，我亲手卸了你的腿。是，多谢浩哥，多谢林董。弟，燕子，你可是我亲弟弟呀！你现在这么有钱，几百万对你来说就是拔根汗毛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呀！豹哥那些人讨不到债，是真的会要我的命啊！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亲弟弟发大财了，不管亲哥死活了，眼睁睁看着我们被高利贷逼死啊！我们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哎呦！你敢踢我！分家的时候，咱们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从此两不相干。我没你这个哥。林燕，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你有钱了就不认祖宗了是吧？你想回老宅寄宿？老子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我不准！这老宅凭什么全归你？我也有份儿，这房子也有老子的一半。林深，你这混账东西还要不要脸了？当年你爷爷分家，咱们全村的老少爷们可都是见证人。明明是你自己死活要了城里的新房子和那80万现金，
把这没人要的破老宅扔给了林燕，怎么现在这老宅又有你的一半了？我不管，我姓林，我是林家的长孙，这宅子必须是我的，对，必须是我的。林燕，你他妈都这么有钱了，还有脸回来跟我争这套破房子？呸！真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！当年拿了钱和新房，现在还想霸占老宅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他不但要房子，还骗咱们乡亲投什么保健品项目，连自己人的血汗钱都坑，简直畜生不如！你们少多管闲事儿，这是我们林家内部的事儿。林燕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把这老宅分我一半，我死也不走。债，我是不可能帮你还的。这林家老宅，更不可能给你。你不配继承老宅。爷爷在天之灵，要是看到你这种不孝子孙，只会觉得寒心。张浩，在。你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还想打人不成？林深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把骗乡亲们的钱全都给我原封不动的还回去，从今往后滚出这个村子，你自己去外面打工也好，要饭也罢，去把高利贷的窟窿补上；要么我不管你这破事儿，让乡亲们自己处置你。等大家伙出完气了，我再让人把你绑结实，亲自送给刚才那个豹哥。好，林燕说的对，打死这个白眼狼！对，打死他！把我们的血汗钱还回来！今天不给钱，咱们就打断他的腿！老公，快跑啊！再不跑，真要被打死了！别打，别打，钱我退，我退！钱全在这儿了，1分没动。赶紧滚！再敢回来，打断你们的狗腿！啧，看看人家林爷这排场，林老太爷在天之灵也该笑醒了。可不是嘛，林家祖上积大德了，子孙里出了这么个身价上亿的大老板，以后咱们村说出去都有面子。林燕啊，出息了，没给你爷爷丢脸，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。赵伯，各位乡亲，今天多谢大家仗义食言。胖子、小李，收拾一下，回公司。是，老板。林董，出事了！说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公司这段时间一直在偷偷吸储，已经购入了大量比特币，目前总价值约2000万。但是因为英国公投脱欧的消息发酵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稳，比特币受此影响，今天直接暴跌了5%。林董，就这1天的功夫，咱们公司账面上已经损失了上百万了。现在市场恐慌情绪蔓延，我们要不要先抛售止损？止损？太少了啊！你说什么太少了？我说2000万的盘子太小了。通知交易部继续给我加仓。林董，现在全市场都在抛售，咱们逆势加仓，一旦被套牢，风险太大。我不看短期的账面损失，别人恐惧，我贪婪。第一阶段我们的至少要买够5000万，不过要记住，分批次多账户，先少量购入，动作一定要轻，绝对不能对盘面造成冲击，更不能引起那些大庄家的注意。是，我立刻去安排。比特币的狂暴大牛池马上就要来了，现在的每一次暴跌都是千载难逢的上车机会。告诉底下的人，给我死死盯紧大盘，等下个月就是我们燕景集团大展拳脚，通吃整个盘面的时候。苏叔叔，找我有事。林燕啊，我听说你把资金全都砸进那个什么加密货币里了，听叔叔一句劝，
我知道你急着想赚钱证明自己，但投机的机会不会一直有，你赚那点起步资金不容易，别再玩火了。加密货币这种东西根本没人看得懂，完全是泡沫，根本不可能升值。现在市场大跌，你赶紧退出来，现在退还有救。苏叔叔，多谢您的关心，不过我并不是冲动，所有的推进我都是有机会、有目的的在执行，绝不是盲目跟风，希望您能理解。小伙子，太年轻气盛了，你这样不计后果的冲动，到头来是要栽大跟头的。我苏东就这么一个女儿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晴晴去跟一个如此不计后果、满脑子赌徒心理的人在一起的。叔叔，既然您这么不看好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哼。爸，怎么样了？林燕听进去了吗？听进去个屁！冥顽不灵，死到临头了还跟我嘴硬。爸，我觉得林燕不是那种无敌式的人，既然她敢把资金全压上去，肯定是有她的道理，我相信她的眼光。你这丫头被她灌迷魂汤了，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数据，爹的爹妈都不认识了，有什么道理可言？爸，您在商场上眼光那么毒辣，既然她这么有信心，要不您也拿点钱买一点，就当是个水嘛。让我买，现在买入就是往水里丢钱。不过他既然非要往火坑里逃，我倒是可以反向操作，进场做空一批。做空？不错，这小子毕竟是因为我当初的话才受了刺激，想急于求成。到时候我做空赚了钱，大不了从利润里拔出个几百万给他留着，全当给他兜底了，省得他到时候输得一穷二白，白忙活一场。爸，您这不是故意跟他对着干吗？这万一要是涨了呢？做空的风险太大了，要不您还是再跟林燕商量一下吧。商量什么？我苏东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大半辈子，我亲自拍板的事儿什么时候错过？还需要听他一个毛头小子的？加密货币根本没有任何实物要作为支撑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最近跌得这么惨，完全是合情合理。我看他还能接着往下跌。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，马上通知交易部建仓做空，拭目以待。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跟我拭目以待。林总，公司账上所有的流动租金总计1个亿，已经全部拉满杠杆进场了。我们建仓的平均价格是500美刀，但是现在已经跌破420刀了。如果再往下跌一点，我们就会被强行平仓了。燕哥，这跌势根本刹不住啊！这可是加上了超级杠杆的钱，只要一触及平泽线，咱们这1亿本金瞬间就灰飞烟灭了，连个骨头渣子都剩不住。林总，这太冒险了，我们现在割肉撤坤还能留点底子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是啊，林总，马上就要爆仓了，快下令平仓吧。慌什么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420美刀已经是最低谷了，现在的恐慌盘被彻底洗出去，接下来他怎么走都只能是往上。燕哥，这可是玩命啊！万一再跌哪怕1美刀，动了，涨了，450了，480了，回本了！我的天，500刀了！我操，600还在涨，700了，疯了！这市场疯了，800了！天哪，这简直是印钞机，涨到900了，根本停不下来！燕哥，960刀，翻倍了！算上我们的杠杆，咱们这一波赚了多少？50个亿！林总，算上杠杆，我们整整盈利了50个亿！通知交易部，分批平仓落袋为安。胖子，准备开香槟。是。怎么会这样？没有任何实物支撑，怎么可能突然暴涨这么多？这根本不符合逻辑。爸，交易部刚才打来电话，说我们反向做空的账户因为市场暴涨已经被强行平仓了，整整狂亏了1个亿。哼，慌什么？不过是亏了1个亿而已，这点钱对我苏氏集团来说也只是略伤筋骨而已。还好我老谋深算，没有去搏命，只是拿了一点钱去试水，亏得不多，不然这次真要栽大跟头了。爸，林燕来消息了。哼，他能有什么好消息？
就算踩中狗屎运作多涨了，他那点起步资金能赚几个子儿？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爸，林燕加了满仓杠杆，他在最低点买入，最高点平仓。刚刚那一波，他集团的账户里整整进账了50个亿。你说什么？50个亿？爸，林燕做到了，她真的做到了，我就知道我的眼光绝对不会错。怎么了，林大总裁？手握50亿现金流的金融巨鳄，见我爸妈还会紧张啊？哪怕手里捏着500亿，今天也是以未来女婿的身份第一次正式上门，该有的敬畏不能少。走吧。哎呦，林燕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一路上辛苦了吧？伯母好，伯父好，冒昧登门，打扰了。伯父，初次正式拜访，听说您喜欢品茶，一点心意，希望您能收下。啊！这是明成化斗彩鸡缸杯，还是一对？林燕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这可是有市无价的物件啊！只要伯父喜欢，它就只是一对陪您喝茶的杯子。啊！坐吧，都坐。林燕啊，林燕，就在几天前，我还觉得你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去玩什么全杠杆。可现在，我认栽了。输得心服口服。爸，丫头，爸没糊涂，我在商场摸爬滚打大半辈子，自以为眼光毒辣，结果这次差点因为自以为是把苏家带进沟里。反观你，眼光比我这个当爹的好太多了。老了，我是真老了，不中用了。现在的天下是你们这群敢打敢拼的年轻人的了。伯父言重了，金融市场波诡云诡，苏氏集团的底蕴和实业还得靠您来掌舵。行了，不用给我这个老骨头脸上贴金。我之前阻拦你们，不择手段甚至反向做空，无非是怕晴晴跟着你一个穷小子吃苦。但现在你用实力狠狠打了我的老脸，我相信以你现在的手腕和身家，绝对能给晴晴带来比苏家更好的生活。今后晴晴我就正式交给你了，你小子，希望你能好好待她。伯父，您放心，在我林燕最一无所有、最不被看好的时候，是晴晴毫不犹豫地拿着钱站在我身边。这份情，我林燕拿命记着。我保证，只要我林燕活着一天，就会让晴晴做这个世界上永远最幸福的女人。天塌下来，我替她顶着。林燕，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这把老骨头算是彻底放心了。今天高兴，中午必须陪我痛痛快快喝2杯。就知道你还没吃饭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今天要去苏氏集团开会吗？开完了，我爸说让我以后多盯着你，别一忙起来就不要命。苏董事长这是派你来当监工？不光是监工，还是合伙人。苏氏集团董事会刚刚通过决议，决定和燕景集团成立合资公司，共同开发省城东区那个300亿的综合体项目。你爸这是要把苏家的命脉项目交给我做？不是交给你，
是交给我们。晴晴，这个项目是苏氏集团未来5年的核心，你爸能同意跟我合作，是不是你？是我爸主动提的。他说，经过上次比特币那件事儿，他看明白了，你的眼光、魄力、执行力都远超他这个老家伙。与其让苏氏集团慢慢老化，不如跟最强者联手。好，既然苏董信得过我，这个项目我一定做到最好。不是做到最好，是必须做成省城的新地标。对了，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怎么定的？苏氏集团占30%，燕景集团占70%。你爸让这么多？当然，这个项目就是你一个人说了算，我们这边也都听你的。我已经说服了董事会，这个项目只有你亲自操盘，我才放心。晴晴，你这是把苏家的命脉交到我手上了。林嫣，从我第一次投资你开始，我就把我的命脉交到你手上了。好，那这个项目就当是我们夫妻的第一份共同事业。这才对嘛。来，为了咱们2家集团合作的项目顺利推进，干一杯！谢谢妈。林燕啊，多吃点儿。这段时间你瘦了，是不是晴晴没照顾好你？妈，您这是偏心啊！怎么不说他把我累瘦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行了行了，你们2个都辛苦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林燕，我听说你把收购的事儿全交给晴晴去跟进了。对，晴晴在商业上的判断力比我强，我信她。好，我苏东这辈子最大的成就，不是赚了多少钱，而是生了个好女儿，又找了个好女婿。老头子，你今天怎么这么煽情？我是想说，商场如战场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你们2个能把事业和感情都经营好，我这个当爹的放心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林燕要是敢欺负我，我就回娘家告状。你这丫头，哈哈哈。爸妈，我敬你们一杯，感谢你们把晴晴交给我，我会用一辈子对她好。都几点了，还在看？别闹，收购方案还有几页没看完。明天再看，你现在需要休息。林燕，你说我们把事业做得这么大，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之间只剩下生意，没有感情了？怎么突然说这个？今天开会的时候，我看着你站在台上讲话的样子，忽然有点害怕。你太优秀了，身边优秀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我怕……苏晴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林燕这辈子可以没有钱，可以没有公司，但不能没有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上一世我错过了你，这一世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不会放手。晴晴，不管以后公司做多大，我们之间永远先是夫妻，再是合伙人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了，不谈工作了，找个机会我们去欧洲度假吧。恭喜新婚啊，嫂子简直美若天仙。不过老大，你这蜜月到底什么时候度完回来啊？咱们集团现在可是群龙无首，全员嗷嗷待哺，不能没有你啊！你们这些家伙就不能让我松快松快？我这正度着蜜月呢，连这儿都不放过我。老大，几个百载级的并购案还压在桌上，都等着你最后拍板呢。公司的事情你们自己看着办，跟着我这么久，大风大浪都见过了，你们的能力早就历练出来了。以后不要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来问我，自己拿主意。
大总裁，出来度假还日理万机呢，出门前可是约法3章的，不准再工作了。哪有，没谈工作，就是这王胖子他们几个朋友间的日常问候，对，纯属问候。行了，我陪老婆了，没事别烦我，挂了。喂，林燕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老婆大人随便问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哦，难道不是你先喜欢我的吗？哼，怎么可能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当初可是你千方百计非要见我一面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有什么稳赚不赔的好项目。本公主那是看在项目的份上，才勉为其难见你一面的好吗？哦，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某人当时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劲？再说了，我那时候可是个冷血无情的赚钱机器，只谈工作，一心只想搞钱。好啊，林燕，合着你当时只惦记着拿我的钱去给你当子弹，根本就没看上本小姐是吧？生气了？逗你玩呢。放开我！你这个满脑子只有钱的笨蛋！其实，在那次国金酒店见面之前，甚至比那更早，在上一世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神神叨叨的，不过我相信，因为我也觉得冥冥之中，我们上辈子就一定见过。小燕啊，咱们村的大恩人回来了，快，大家快迎一迎！村长，您折煞我了，回自己家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？林总，要不是您出资几千万给咱们村修了这条大马路，又建了学校，咱村的娃娃哪能坐进楼房里念书啊？是啊，还有那几家大工厂，让我们这帮泥腿子在村里就能赚上城里人的高工资，家家户户盖小洋楼。您就是我们林家村的活财神。大家言重了，我林燕当年再落魄，也是喝这方水土长大的。现在让乡亲们吃饱穿暖，让村里的孩子有书读，这是我该做的。张大娘、李叔，大家的心意我们收下了，大家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就是对林燕最好的谢意。爸爸，这就是你以前生活过的地方吗？对，一凡，这就是爸爸的根。走，爸爸带你们去老宅，看看曾爷爷。爷爷，您当年留下的那笔黄金，孙儿没辜负。如今我身家千亿，这林家的门楣，我替您撑起来了。爸爸，这个破墙上怎么有个黑乎乎的洞呀？因为这里面曾经藏着咱们家逆天改命的火种。什么火种？是你爸爸当年的起步资金，也是他扛起我们现在这个家的起点。一凡、思雨，你们给我听好，你们一出生就不愁吃穿，住的是上亿的大别墅，坐的是几千万的豪车，但你们必须把这间屋子死死刻在脑子里。爸爸，爸爸当年就是从这间破房子里
一穷二白，咬着牙一步一步杀出来的。人无论飞得多高，手里攥着多少财富，都绝对不能忘本。我们要时刻记得自己的根到底在哪里。如果连自己是从哪儿爬起来的都忘了，那这辈子也就爬到头了，明白吗？爸爸，我明白了，我绝不忘本。我也记住了，爸爸最厉害，以后我也要像爸爸一样赚好多好多钱，给村里修更多路。哈哈，好，有志气。林大富豪，这唐家风客讲得够通透的。没有苏大千金当年的倾囊相助，哪有我林燕的今天？那可不，本小姐的眼光天下第一。